精彩日本风格舞蹈替台湾店来开幕，台南市政府积极推动农地产外销，甲永旺九州公司合作，甲农产伴手礼、水果甲食品搬到兴本县的购物中心做展售。市长黄伟綽嘛亲自出席。这个地点是在熊本，也就是台积电附近，所以我相信有很多台积电的工程师，不管是台籍的、日籍的，或是外籍的工程师，他们来到这边的话，看到满满的台湾味，一定是非常喜欢。黄伟綽也个代表市府甲永旺九州签署交流 MOU， 将持续推广饮食文化。甲农渔特产含食品，最后嘛是超市，紹介來自台南的往來，期待借着企業優質的購物平台，讓更較多人更了解台南的物產。那今年除了这个台南的鳳梨之外，更有芒果，還有許多優質的農產品以及食品，在永旺九州大家都看得到。特地講的是，永旺台灣0403地檔，永旺集團甲旗下分公司嘛捐款1800多萬日本錢，協助台南市教育局保強校園建築。黃偉綽嘛致敬感謝狀來表達感謝，同時頒發台南市親善大使聘書，肯定企業行銷台南農產，協助台灣日本交流的貢獻。記者台南日本綜合報道。